唐卡绘画为何会以精湛的技巧、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而闻名于世，延续千年？如今人们在唐卡的艺术表达与传承守护上，究竟又会做出哪些努力与突破？在唐卡的方寸之间，还会隐怎样的艺术魅力？敬请收看本期《西藏诱惑》唐卡与心愿。저저 또 다른데 띠 치타샤선 남주 면 저저 구바 상바 내가 두요를 아 좋아서 싶어요 릴다 내가 다지게 단다 에 부글 롭지 지엘 속바 딤 해제기 다지게 에 말하기 다지게 단다 에 듬는 지역이 단계 잠자 다 죽수 돈도 봐夏鲁旺堆是一名唐卡画师，他的画室位于繁华的八廓街。每天早上除了搭车外，还要在步行穿过一段距离的巷子才能到达，这让今天本就赶时间的夏鲁旺堆有些着急。本是北京我让推出预测人们讲了当的咱家讲了当罗马因为呢표준罗马되게 되거든 소종 제자 되게 되려 봐两个人们都这个估计年代的学的的你们能不能这个具体些动作夏鲁旺堆的画室闹中取静，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画着唐卡，不被窗外的喧闹打扰。他们各自都有着极为严格的时间规划，因为夏鲁旺堆搁置在心中一个很久的计划，最近被提上了日程，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我这个표준 랍다 베터 로마 표준 로마 장래 로마 베터 zet선 된대 락자 유바 안 레몰 가신 유바 된대기 맞다고 내가 대한 제발 꼭 끌려 가고 싶어요. 근데 남주기 당가 임베나다 지 용다제 파 파르라티에 도스티 야 파르라티에 ng면 당가 베다서 뭐 그저 디소소소기 남주 뛴도 삼바 끌려 가고 싶어요. 또 영랑즈 뒤뒤기夏鲁旺堆想在下一年办一场唐卡展，展出自己和学生们最近10年来创作积攒下来的100多幅精品唐卡。但无论是创作还是办展，对于夏鲁旺堆和他的学生们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드디어 삼바 게르게 녜 게르게 템데 탕가 숨수상을 나요 말에 탕가 하단디 다른 탕게 나라 덥숨기 망아 요르와 좀저저로디 따지게 탕게 주제디 점블링당 낭사 따비 지조딩 밀라 파 어디디 책 그거 요나 어디 dim된디를 하게 누버 차 튕기면서10年前，夏鲁旺堆曾拿出自己的唐卡作品，在拉萨和北京办过2次唐卡展。那时候，让唐卡走出画室，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鉴赏，是他办唐卡展的初衷。탕가 메령 거래라 내셔도 마선 튼튼튼튼튼튼데 지금이야 다기 쉬쉬래 저기 독스 그대로 참 가다 망보지 야다마 상나선 딘데기 삼로 딘데 지게매 거거래 소소기 탕가 여도 소소소소 법의 유제기 제주기 따와 가신 미소소 로드 딱 가르진데 득점제 나는 게 지금 안쪽에 딱직 제거요 망보지 직 준진 치고요 아주 망보 탕갈 빼면서 배기 내가 망보 치고서 딱 락리면 직 내고로 잡으러 처음에 키에 올리고 말어 다다
10年后的今天，当夏鲁旺堆想要再一次办唐卡展的时候，初衷跟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次他不仅要将唐卡文化做推广传播，还想给年轻优秀的唐卡画师们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ngaran wala loma dige di yar dige di to lam tang shugu maung bala chigi pugu dige di juzegi ngan le khaba kashin le jegali ne legi miri dam yango gu soso gi chodi ta thanjal yonga gi miyu wati nya zoe miyu cheshe de wati dinana chamula tangarel ta tangange lo ju kongne tibe gi tanga 정말로 딘하는 터지제제 샤유 따따 듬댕기 딘하는 요래 정말로 tan가리도 정말로 tan가리 따베도 딘하는 tan가 잘학자지 요래 자 됐다 니숨 좀 봐. 단도 숨 쉬지 단다 도가야 리모티드 티신 백경지 这次唐卡展要准备的108幅唐卡作品中，夏鲁旺堆计划挑选一部分自己绘画的，一部分是他跟学生联合创作完成，还有一部分则是学生独立创作完成的作品。不论是从唐卡的数量还是创作形式的多样性方面，这次的唐卡展无疑对于画室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레라부 말어 미지기는 잠자 다다스도 삼바 탕가로 왔다 가서 지기 수련한 게 잘라 조고는 되게 딘데 말어 꽃직 14벽이 내가 딘데지 되게 삼바 너브란도랑 뒤뒤다 뒤 배차샵는 메다 동서 이베는 동서 카 동서 쪽으로 당 샤거다 도스 어송아 동서 메다 동서 봐 중부서 제가 동서 뒤불에 에마카 망보 두스파 메다가 shum보 동조 아잡제 우송아 디나오샤 제 당당에 쓰기되디 배자션의 자 동조 송的주도 송바 자 경길라 제틀야 빠的춘주제 참라마 침부제 꼭 가르지면 게 남준의 시기요 봐 요조 생게디 르모 지기 릉구 잡아도 손님 뒤쳐봐 주서 가랬고 믿음마서나 미 소골 법제 둘러야 어디 들으다 도스치줄라 唐卡画展需要展出的108幅作品里还差几幅。夏鲁旺堆的学生罗布战堆正在认真创作，他已经在画室学习了9年唐卡绘画，是夏鲁旺堆比较得意的弟子之一。这次因为要展出和老师一起创作的唐卡，为了能专心画画，这期间他吃住都在画室的楼里。这个唐卡就是也是我们的那个展览的作品，也是合作的一个作品。这个第一个就是构图表面我来画的，这个颜色他这个学生颜色调的特别好，挺好的，最棒的就是的颜色调的就是有脑子。唐卡是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画师会用天然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进行调制，将色彩呈现在画布上。由于唐卡绘画最细节的表现，因此画师会使用细小的笔触来勾勒出人物、动物、景物等的特征和细腻的纹理。这也是唐卡绘画最难的地方之一，因此唐卡画师学画都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才能掌握好这其中的各项基础理论。而这些基础理论中，学习时间最长的则是度量经。第택비사 표지 러규디 근세 멜론 세 탭디 먼저 게라 게 까징라기 탭디 서 나바레 뒤에 첫째기
지기 틱자 이신 누부 게 말라 돈도 좀 나게 지찬에게 차다마다네 굿배 자샤나 덤바 좀 차도 도주 숨기 티디가디 사속이 좀 증에게 자자 자주 굽주지 바다 말로나 아니 세대 댐베게 탕가티 두고 말해 토마 글롭존 지게 딜롭존 지게래 아니 누비도 알아 좀더 쪽도 수르시 우다 소르시 샤레 강라 소르 중니 다 되게 디파 하장기 같이 뭐 쉐버레 베다 부구지 장바이나 롭존지 제베이네 독슈르 로숨시 베다 티고 그래 체 신게디 예바지다 체 메바니기 탕가니 트리바니 독스 때바이나 미드 직바리 미스선바지다 실은이기 더거더기 와요래 造像度量经对唐卡的尺寸、内容和着色都做了明确规定。无论是姿态庄严的镜像佛尊，还是神态威猛的怒相佛尊，所有的造像都有相应的比例。这一点也与其他绘画是大不一样的。复杂的绘画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要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夏鲁旺堆在9岁的时候前往日喀则市贾措雄乡的夏鲁寺拜师格桑住持学习唐卡绘画，直到24岁时到扎什伦布寺绘制壁画，才让他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绘画实践经历。这期间的15年时间里，夏鲁旺堆一直守在画布前，在方寸之间积累着画功。现在他已经是缅唐派有名的唐卡画师，并且也有了不少自己的学生。当家呗，哎呀，当就是，对的，你，我来教育这个的了，当家这个，教育这个的当我的了。 教育讲嘛，日数就把它7年的那当家了的，当的7年的当家，我的7年的当家才被接了，这个，俺的兄弟的贴差不多，兄弟贴才被接了，我们日数就把ram，他是12岁，过来，我的那个名字叫丹子多吉，我们学生30多吧，30多你们。 最少的是他，是吧？旦增多吉拜师学画时，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是最用功的徒弟。因为年龄的差距，让他在理解能力上并没有优势，因此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有了目前的绘画成绩。 这是文殊菩萨，文殊这个已经画过了，这个文殊菩萨我们画过了，这个已经画的这个唐卡上面缺别很多，但现在这作品今年的就是作品不一样。刚开始就亲戚介绍来这边的，然后来这边也学了1、2年多，然后觉得这里教的也挺好的，性格也挺好，然后就慢慢就。 现在学了差不多有8年，刚开始就画佛的那个，比如说脸或者身体，然后他现在可以上颜色，也可以勾线，可以画一个完整的，很好。天天培养，这个画很满意，好高兴的。那个唐卡画的最优秀的，还有他人的性格。 他都挺好的，我很满意的。旦增多吉这一次也有幸参与夏鲁旺堆的唐卡展，与其他师兄不同的是，他正在试着自己独立创作完成作品。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将是一个新的绘画起点。 是我一个朋友画唐卡的，这是的嘞。哎呀，听说夏鲁旺堆正在筹备唐卡展，
作为好友的昂桑特意过来提前祝贺。他的唐卡在西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这样一个唐卡画师，他叫我哥哥，我的兄弟一样的，兄弟一样的。他这个很有意思，跟别的唐卡又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有他自己的一些创作在里面。风景是这个风景、花、云，这个我们的那个想法可以什么就这样，就是跟我们传统的画佛像、画那个菩萨，必须按照那个度量经又不太一样。他这里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想象力在里面，它的山水花鸟这些你可以去任意的去搭配，可以任意的构图。在传统的基础上，它有自己的一些改变。我们一直说唐卡要发展，是吧？那你民族传统艺术要发展，要传承，其实他就是在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每次看到夏鲁旺堆画的唐卡，昂桑都抑制不住对他作品的喜欢。但是唐卡画师真正的职业寿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长，所以作品也就非常有限，而好作品就更加显得珍贵。年轻的以后，没有经验，手好、眼睛好的这没有经验好的是肯定出不来。对。老了以后，手不行，手动，眼睛不行，做个关键的时间很少。几十年如一日在这里不停的画，不停的坚持，这种精神特别难得。他就不出去，也不那个，就待在家里画画，就待在工作室里画画。9岁开始学画，对，一直在。但现在我有点经验，手也可以，眼睛也可以，那就我做的是一直在画。然后在1-2年以后，就是肯定就画不了。他要留下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就是传承。对，是不是？对，最好的时间，他可能是30岁到40岁，或者是就这么10年或者几年的这个时间是最珍贵的。这次夏鲁旺堆不仅要将近10年来积攒的作品筹划展出，而且还能将筹备工作开展起来。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其中的不容易。他有很多想法想去实现，但是需要一些资金，需要一些赞助。因为他是这样，他这边要有20多个学生，有很多学生他要给他们发工资的，他一个工作室要靠他一个人去养，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现在就是坐标还不够，就是有经济困难的1-2张卖出去，2个也不够，就这样嘛，那么长时间。所以他在有经济，有的就是不卖，就是一直在画收藏，这肯定对就可以留下来很多作品。所以很多作品他就只能卖了，继续维持他的这个工作室。一方面是经济的困难，一方面是时间的紧迫，再加上传授唐卡技艺的严苛，夏鲁旺堆任重道远。你看这2个月我什么这个可能还不这个，真的是的。呀，这其实说大概的真的，抓嘛这这。因为忙唐卡展的事儿，夏鲁旺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陪过儿子了。平时2个人都是各忙各的，只有周末夏鲁旺堆才会早回家一会儿。他以前就是我的画室里面来过，7岁嘛6岁我不想起来，都聪明的。现在就读书特别多吧，没有时间。每次我去我爸爸画室那边，看到我爸爸每天都在画那些那些漂亮唐卡，然后我问了一下爸爸那个画唐卡的过程，然后是十分辛苦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爸爸很勤奋。
儿子旦增旺九还想再去他的画室玩，夏鲁旺堆答应忙完这阵子后再带他去。那时候旦增旺九也应该要放寒假了，两个人的时间都会富裕些。我到今天这里呢，就是抗洪颜料的原刊室，我想收购一下它的材质啊，这些好不好？我今天就现在看一下。你等等。扎西桑珠是西藏著名的颜料工艺大师，也是夏鲁旺堆的好友。夏鲁旺堆画唐卡的颜料都出自他的制作。材质不好的话，就是颜料也是不好。做什么东西的话，它的材质不好的话，做不好最好的东西。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原款式。然后呢，就是做了很多工序以后，它就是捏碎的，就是比如说就是面粉一样细，然后呢直接可以用的。我们看就是这种看原款式的时候，它的重量，然后呢就是它这样。就是外面的这些也是可以看得懂。你看嘛，这两个的话，就是这个的话杂质多。你看嘛，就是这两个的话比起来的话，这个好一些。我觉得这些是还可以的，但是他们说就是你看有很多杂质的，就是也就不怎么好。我们就是颜色里面也是颜色，就是不纯的话不行。比如这个的话，你看很少的，你看不多吧？你看不多啊。他们需要这个颜色的不多，其他那些都是不需要的。他们也是卖出来的时候就是一斤多少就这样算的。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选，一定要选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卖。为什么呢？杂质我们不需要嘛。扎西桑珠对今天选到的矿石比较满意，他回到家后还要赶着为夏鲁旺堆定制的颜色进行加工。中国传统颜料起源于矿物色和植物色，距今约有7000年的历史。在画唐卡时，勾线所用的大多来自植物颜料，而大面积的涂色则要用到矿物颜料。这里面四种颜色。绿黄色的话，它就是颜色是这样的，它也是植物，就是一个树的叶子。这个是就是胭脂，这个是树皮，就是材质是这个，然后呢颜色是这样的。这个是蓝的一个植物的这样的蓝丝，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是就是黑丝，它的材质是这个菜籽油点上的，就是黑色的头头，就是做出来的时候，这样的。除了植物的根茎叶所具有的天然色彩外，植物颜料的颜色通常来自于物质中的特定元素，它们的稳定性呈现在绘制的唐卡或者壁画上，颜色可以经久不变，保持1000年。看石也是各种地方不一样，然后呢颜色不一样，它就是材质也不一样。就是这个石头，这个就是蓝铜矿，是这些10几个颜色都是这个石头上制作出来的。这个颜色是我们制作的过程颜色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是传统文化的。矿物颜料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矿石破碎、分选、研磨等多道工序才能加工而成。
就是难得很，来得很的，心里舒服，真的心里舒服。为什么舒服呢？我就是这个，哎呀，今天做的这个也是又不一样。这里面还有这个以前没有这样看到过，这样的话就是舒服，心里舒服。扎西桑珠有着30多年的颜料制作经验，看似颜色较为单一的矿石，在它的分类和研磨下，可以变化出多种色系、上百种深浅不一的颜色。来，多这个，这是对的。我来这听到本地的那个，所以当时本没是那个也不多，多着呢。咱们你也别个，既然我们这样的去叫南家店做，别个别去等着上班。第，你看他这个我让个这个，人们就是做那别去等着上班，本没是那个的，这样的当得不当。经过半个多月的研磨，扎西桑珠制作出来的矿物颜料质感细腻，颜色饱和度高。颗粒越细，饱和度越高，越能代表它的制作工艺和质量水平。这批颜料让夏鲁旺堆很满意。你看，这个作品特别好，画的这是真对的。夏鲁旺堆的工作室里准备展出唐卡的绘制进入了收尾阶段，有的唐卡已经陆续开始了装裱工序。在这些唐卡里，最让夏鲁旺堆满意的是一幅尺寸在2.5米长、0.5米宽的关于释迦牟尼成长故事的唐卡。就是在那个一张布上面画的那种佛呀、伟大的人物呀那种被称为唐卡。这画的就是那个释迦牟尼的一生，还有那个12个世纪。我爸爸给我讲的。这边写的是那个释迦牟尼青年的时候，这些弓箭射在那个靶心上。然后这样子可以知道释迦牟尼在青年的时候射箭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再看这边在这边游泳，这边也可以体现出释迦牟尼在青年的时候是非常强壮，精通各种运动的。祝我爸爸在后面画的唐卡越来越美丽。这个的你让他什么那个中南当干那继续的，咱们这个的，你他有这的那里差住了。唐卡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的起源和藏民族的游牧生活有着重要关系，它可随时瞻仰，也寄托着人们的祈愿。如今随着历史发展，唐卡又带给人们更多艺术欣赏的价值，同时传承与守护变得更加意义深远。日光与夜色不停更迭，在这明暗交替间，生活迸发出不同声色。久未入眠的人们，在灯火的庇护下，演绎各自的人生。那些关乎爱与梦想的故事，让拉萨的夜晚如此摇曳，如此温柔。敬请收看下期《西藏诱惑》，日光城的不夜人。